大家好，歡迎嚟到大閱頭條，我係主播 Amy。近一年黃金市場異常火爆，價格一路飆升，最高價值逼916蚊一克，股民投票黃金嘅熱情亦都隨之徹底點燃咗。然而同樣處喺黃金珠寶賽道，曾經頂住深市珠寶第一股光環上市嘅企業，而家嘅境遇卻天差地別遭遇咗24個一字跌停板後，以0.38蚊股價黯然從 A 股退市。呢家企業正係福建嘅愛迪爾珠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經從 A 股退市嘅愛迪爾珠寶被處以約3750萬元嘅高額罰款，多名公司管理者仲被採取市場禁入措施。呢個消息將已經退市嘅愛迪爾珠寶再度推向輿論嘅風口浪尖。即使轉戰老三板市場，愛迪爾都冇能夠迎嚟轉機，股價持續走低，而家只係剩低0.12元。估計自從2018年起，愛迪爾嘅高管們累計減持套現約3.18億元，實際控股股東蘇日明夫婦就套現咗2.19億元，大股東紛紛離場，只係留低1.7萬持有愛迪爾股份嘅股民困喺困境中苦苦掙扎。愛迪爾公司喺重重危機之下，係咪仲有機會衝出陰霾，走出泥潭？從一間細細嘅珠寶加工廠到知名嘅上市企業，早期嘅愛迪爾每走一步都行得好穩。2001年8月，蘇日明喺深圳創立咗深圳市愛迪爾珠寶首飾有限公司。2003年對於愛迪爾而言係非凡嘅一年，公司通過 ISO 9001認證，產品同埋管理邁向咗國際水平，市場認可得到顯著嘅提升。同年加入上海鑽石交易所，唔單止降低咗採購成本，仲確保咗高質量鑽石原材料嘅穩定供應。嗰陣時嘅佢先後邀請知名女星蔣雯麗、朴傳欣，仲有薩頂頂為佢哋產品代言，仲同埋綜藝節目年代秀合作，令到旗下珠寶成為咗明星嘅紙上客，進一步擴大咗品牌嘅影響力。除此之外仲同桂林理工大學等11所高校聯合辦學，結合人才戰略合作夥伴，同埋深圳青年雜誌社等結成咗關愛文化戰略合作夥伴。自從2007年起，愛迪爾斬獲多個獎項，珠寶玉石產品獲得廣東省名牌產品嘅稱號，研發嘅珠寶產品蟬聯第12、13屆藝術博覽會首飾類金獎。到咗2015年愛迪爾珠寶商業版圖已經擴張到200幾個城市，擁有400幾個品牌網點，成功咁敲響咗上市之鐘，一時間風頭無二，並且得益於之前積累嘅良好形象。上市之初愛迪爾就俾無數嘅投資者睇好咗，連續漲停，上市3個月，股價就達到咗80.21。當時投資者們為愛迪爾歡呼雀躍，甚至有人激動到徹夜難眠。然而佢哋點都諗唔到，愛迪爾嘅開局就係巔峰，自此之後股價好似坐上咗滑梯咁樣一路下跌，直到跌到最後跌無可跌，從人人睇好再到人人嗌打。愛迪爾只係用咗10年嘅時間，上市之後嘅第3個月，愛迪爾就開始走下坡路啦。先係2015年、2016年，愛迪爾業績持續下跌，上市公司股東嘅淨利潤分別為6737.88萬元同埋5737.77萬元，同比減少咗22.88% 同埋14.84%。為咗提高公司盈利能力，自2017年起，愛迪爾開啟大規模嘅併購擴張之路，3年內斥資19.63億元，發起咗4次收購。呢4次收購都有利潤承諾。然而從戰略層面嚟睇，愛迪爾喺併購過程當中缺乏咗對收購企業深入嘅調研同埋有效嘅整合策略。除咗2017年大盤珠寶實現咗淨利潤4299.89萬元，高於承諾嘅3600萬元以外，其他公司嘅利潤承諾均不及預期。以提高盈利為目的嘅收購，唔單止業績冇達到預期，仲需要支付高額嘅中介管理服務費，積壓庫存超20億，加劇咗現金流緊張嘅問題，造成咗商譽減損。例如大盤珠寶喺對賭期後業績變面，愛迪爾不得不喺2019年到2021年對佢哋進行大額嘅商譽減值，並最終低價甩賣，公司業績下滑。到咗2020年，
一方面，併購埋落嘅雷徹底被引爆，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嘅淨利潤近乎16億元，虧損金額創落咗新高。另一方面突發嘅新冠疫情對珠寶行業衝擊巨大，線下門店嘅客流量銳減，消費者購買力下降，愛迪爾嘅銷售額業績雪上加霜。2021年，愛迪爾前董事長蘇一鳴大義滅親，舉報現董事長利用有虛開增值稅發票嘅問題，後被證實屬實。高層管理人員嘅內部鬥爭暴露出公司治理結構嘅嚴重缺陷，缺乏咗有效嘅權力制衡機制同埋監督體系，導致決策效率低下，經營穩定性遭受到嚴重嘅破壞，令到公司治理陷入咗混亂，令到人哋不禁咁樣感嘆愛迪爾已經處於懸崖嘅邊緣。2022年，經福建證監局調查，愛迪爾又被發現存在重大嘅財務造假同潤信息披露違規等問題。2023年12月22日，公司公告喺2022年審計當中發現，合計約5.5億元無法獲取充分適當審計證據嘅應收賬款及存貨，涉案人被相關人等非法侵佔。與此同時珠寶行業競爭白熱化，喺在線銷售迅速崛起，深刻改變行業格局。眾多品牌積極拓展在線渠道，周大福同埋電商巨頭合作，開展直播帶貨，在線線下聯動，極大咁拓寬咗銷售網絡。愛迪爾卻過度依賴線下門店，在線佈局滯後，隨住線下客流量嘅銳減，又未能夠開拓新嘅渠道，銷售渠道就越嚟越狹窄。產品創新層面，潘多拉推出個性化串飾，契合年輕人嘅消費者自我表達嘅需求，備受青睞。愛迪爾產品設計保守，款式陳舊，研發投入少，新品推出慢，難以滿足消費者多樣化嘅審美需求。喺品牌營銷上面，周生生借住短視頻展示珠寶工藝，運用大數據精準營銷，大幅提升品牌嘅影響力。愛迪爾仍然依賴傳統廣告，缺乏同埋消費者嘅互動，喺新媒體營銷上面無所作為。喺年輕人群體當中，知名度同埋影響力越嚟越低。2023年前3季度，愛迪爾繼續虧損，淨利潤為2.12億元，淨資產出現負值，股價持續低迷，投資者信心受挫。加之2024年12月26日，因第一大股東同埋他人解除表決權委託，導致咗董事長利用被動成為第一大股東。29日，其一致行動人股份宣告流拍，公司冇控股股東同埋實際控制人。呢一系列問題進一步加劇咗股價嘅下滑態勢。上市前積累嘅企業信譽同埋品牌效益，喺上市之後嘅10年期間，被高管內鬥、股東套現、財務造假、信息披露違規等負面嘅消息，加上俾傳統經銷商困住，愛迪爾已經潛食殆盡。呢啲因素相互交織，最終導致公司被強制退市。只能夠講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要謹慎。而喺消費市場嘅另一端，李女士嘅遭遇同樣令到人哋唏噓。佢使咗將近2萬元買落一枚號稱採用獨特切割嘅工藝、質量上乘嘅鑽戒，滿心期待佢成為咗日常嘅亮點。但係佩戴冇耐，戒指鑽石鬆動，戒托褪色。李女士帶住戒指去珠寶店尋求解決，工作人員雖然答應維修，但卻將問題歸咎於佢佩戴不當，對李女士嘅訴求含糊其辭。維修期間進度遠超預期，李女士多次問得到嘅都係正在維修當中。一次次嘅等待令到李女士從最初嘅內心逐漸變得焦慮同埋憤怒。攞到收好嘅戒指後，戒托顏色未恢復，仲出現咗劃痕。李女士再次溝通，提出退換或者補償，但係就遭到咗珠寶店嘅推諉。呢一次經歷令到李女士既冇得到心儀珠寶，又耗費大量嘅精力，從此對愛迪爾珠寶完全冇好感，仲提醒身邊嘅人要謹慎選擇。無獨有偶，張先生係一位有住多年經驗嘅股民，一直關注珠寶行業嘅發展。愛迪爾珠寶上市初期，憑借住佢哋喺市場上面一定嘅知名度同埋睇落去良好嘅發展前景，吸引咗張先生嘅目光。2015年，愛迪爾珠寶上市後，股價表現較為穩定，公司積極開展併購擴張，呢啲令到張先生睇到咗投資嘅潛力，
於是佢哋陸續投入自己多年積蓄嘅50萬購買愛迪爾珠寶嘅股票，期待能夠獲得豐厚嘅回報。但事與願違愛迪爾珠寶開啟嘅併購擴張之路並唔係好順利。3年裏面斥資19.63億元發起咗4次收購，除咗1次勉強達標之外，其他3次均以失敗告終。公司唔單止冇因為併購提升盈利能力，反而庫存積壓超過20億元，現金流緊張問題加劇。2021年公司內部更加係爆發咗虛開增值稅發票嘅醜聞，仲存在重大財務造假嘅信息披露違規等問題。呢一個負面信息一出，愛迪爾珠寶嘅股價一落千丈，從當初嘅張先生買入時嘅每股30幾蚊，一路狂飆跌到不足1蚊。張先生睇住自己嘅股票市值大幅縮水，想喊都冇眼淚啊！而喺呢個過程當中，公司大股東們卻紛紛套現離場，累計減持套現約3.18億元。張先生嘅50萬元投資而家只係剩低寥寥無幾，呢啲令到佢哋遭受咗巨大嘅經濟損失，多年嘅積蓄幾乎化為泡影，對資本市場亦都失去咗信心。目前相關部門正在持續加大對證券市場違法違規嘅行為嘅追責力度，退市唔係免罰金牌。雖然蘇日明本人套現離場，但妄圖通過退市嚟免責嘅算盤終究都係落空㗎。持有愛迪爾股份嘅1.71萬股民雖然前路坎坷，但好在並非完全睇唔到希望，期待佢哋早日迎來解套嘅一日。